他就永远不能体会健康或和平的真谛。因为人们若不能停止屠杀动物，那么他们就会互相残杀。的确，播下谋杀及痛苦的种子的人是不能可收成快乐及爱心的果实的。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必是定理的发现者。西方的素食主义之父02，我的朋友们，不要让罪恶的食物玷污你们的身体。只有畜生才用肉来满足自己的胃口，甚至不是所有的畜生都这样呀，牛、马、羊等都吃草为生。毕达哥拉斯，西方的素食主义之父03，我对人权和动物权益一样重视，这也应是全体人类该有的共识。林肯 Abraham Lincoln